Senza 與 Conti Wallenberg 是意大利 Terraserico 集團旗下的頂級品牌。意大利 Senza 酒莊是專注於有機與本土葡萄品種釀造的酒莊，其產品以高性價比和典型南意大利風味著稱。Senza 位於意大利東南部的普利亞，在亞德里亞海與伊奧尼亞海之間。Conti Wallenberg 來自意大利特倫托 Trento 產區，屬於 Trento DOC 等級，這代表它是用傳統法 Method Classico 即瓶內二次發酵釀造的高品質氣泡酒。Senza 有機葡萄酒系列 Senza 葡萄酒系列適合日常飲用聚會派對。Senza Pinot Grigio IGT 2024葡萄品種 Pinot Grigio。Pinot Grigio 程度草黃色，伴隨住優雅的檸檬與香土的細緻香氣，口感清脆清新和果味與酸度平衡而優雅，配搭食物、芝士、海鮮類。Senza Primitivo IGT 2023葡萄品種 Primitivo 酒體呈深紅色，帶有複雜的櫻桃果漿香氣，口感豐滿、平滑而優雅，餘韻悠長而持久，配搭食物、紅肉芝士、意大利薄餅。Senza Nero di Troia IGT 2022葡萄品種 Nero di Troia。Nero di Troia 呈明亮的紅色，帶有紫色反射，伴隨住新鮮梅子、黑胡椒和煙草的香氣，口感柔和、優雅且質感細膩，搭配食物、紅肉、意大利薄餅。Conti Wallenberg 氣泡酒系列 Wallenberg 氣泡酒系列適合慶祝場合、商務晚宴送禮。Wallenberg Carifondotto Brut Reserva葡萄品種 Pinot Noir Chardonnay。Brut Reserva 是用傳統法釀造，於瓶中與酵母接觸陳釀時間長達36個月，程度草黃色，帶有細膩且持久的氣泡，展現出複雜的香氣，包括黃色水果、麵包皮以及微妙的礦物質氣息。口感結構宏大，酸度活潑且具有豐富的質感，餘韻悠長，搭配食物開胃菜、魚類料理、海鮮。Wallenberg Pastos DOC葡萄品種 Pinot Noir Chardonnay 是用傳統法釀造，於瓶中與酵母接觸陳釀時間長達48個月，完全不添加補糖分漿液。Pastos 展現出非常典型的傳統法特徵，明顯的麵包皮香氣，伴隨細緻的白花與白玉水果的芬芳。由於沒有糖分修飾，其酸度非常活潑且銳利，口感清爽垂直且具持久性，氣泡細膩均勻，搭配食物生蠔刺身、油炸類的開胃小食。